大家好，飲紅酒食花生嘅時間又到啦。今日我哋吹下99台，講起全民造星6要出新男團呢單嘢，喺公海一早已經討論到熱烘，網友反應真係精彩過睇戲啊！一班人就拍晒手話係好事，另一班人直情反晒白眼，話唔係啩？真係嚟生仔唔使本咩？到底大家喺度講緊啲咩？我今日特登去 Threads 同埋各大討論區潛咗水一陣，幫大家歸納咗幾個主要爭議點。大家好，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，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精測嘅最大動力，多謝。首先講下撐新團嗰班人，佢哋嘅理由好簡單，要吸暖粉。有網友話佢去現場睇星6班仔，啲 fans 亂到不得了，好多仲係中學生，陣骨膠原氣味係唔同啲。你諗下，如果香港唔出新血，唔通真係睇住班後生仔全部跑晒去 K-pop 咩？留住呢班聽眾，樂壇先有得玩落去嘛。第二就係定位問題，好多高人分析話，新團嘅風格同現有嗰幾團其實有明顯區別。呢啲叫百貨中百客，大家喺唔同嘅場地揾食，各有各做。講得好聽啲，呢度係商場，唔係大排檔，理論上係可以各開各鋪，各自收錢嘅。只要你夠特色，其實唔存在搶客，係存在擴張。不過講到反對嗰陣火藥味，真係隔住個 mon 都聞到燶味。最多人講，亦都係令 fans 聽到就骨痹加心酸，就係資源分配呢4個字。好多現有團體嘅粉絲講得好直接，佢哋覺得公司連而家嗰幾團都未搞得掂，團歌塞車，宣傳混亂，連個活動排期都搞到好似隨機抽籤咁。呢班 fans 嘅第一個反應就係嘥氣啦，你大仔二仔都未餵飽，而家又生多個細嘅，到時盞搞到資源仲薄過張紙，結果大家一齊攬炒。佢哋最驚嘅係本來已經唔多嘅出歌機會同埋廣告會被進一步分薄。當然，亦有啲中立嘅花生友話，兩邊粉絲群根本唔重疊，就好似一個去搶限量波鞋，一個去排演唱會飛，大家根本唔會喺同一個路口撞到，驚咩搶客啫？但係講到尾，如果你睇晒成個討論區，你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。無論係支持定反對，大家最後個波都係交翻俾公司能力，即係話大家嘅分歧點根本唔在於呢班新仔好唔好，而在於間公司究竟靠唔靠得住。所以呢，組新團呢件事，有人見到係拓展版圖嘅機會，有人就見到係自殘嘅危機，但大家嘅共識其實好清楚。問題從來都唔係嗰班新仔得唔得，而在於餵大佢哋嗰碗飯究竟夠唔夠分，分得好唔好。講到尾，經營一間娛樂公司就好似做人老豆分身家咁，你想開枝散葉，想個家族人丁興旺，呢種諗法係好正常嘅。但問題係，如果你連啲仔女都未餵飽，你又生多個細嘅返嚟分埋嗰2粒豆，咁就真係好容易出事。你要記住，一個家族要強大，唔係靠人多，係靠資源分配得公道。如果搞到班大仔心淡，個細嘅又因為營養不良而長唔大，咁就唔係做大個餅，而係家變自殘啦。究竟呢位老豆係想將個餅做大，定係搞到自己人打自己人？呢個波而家喺公司腳下，公司麻煩聽下民意，連個 IG 排版都未搞掂。如果唔想俾人叫土立土及公司的話，用心啲做下嘢啦。唔通公司好中意呢個花朵，引以為榮？你又點睇？你覺得係生多個好辦事，定係生得太多會加變？留言話我知。影片就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如果中意我嘅內容，誠意邀請你訂閱、讚好、留個言。
你嘅支持對我好重要，想再支持多啲呢個講真話嘅頻道行落去，歡迎撳下面個 Thanks 掣請我飲杯咖啡，大家互相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，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